第一個就係咩？第一個就係我哋坐好啦，調身啦。咁雙手結抱月印，雙手結抱月印。抱月印就係、右手搭住左手啦。咁然之後就係手指公掂住手指公。OK。咁然之後你可以擺喺下丹田嘅位置啦。咁如果我覺得比較理想嘅禪修嘅姿勢有兩個，第一個就係將個人輕輕拉起，咁你就會發現咧，你就好容易墜落去。即係你一吸氣嘅時候，你個氣就會比較容易墜落去。OK，即係將你上半身你坐好咗，輕輕拉起。輕輕拉起有幾個方法啦。第一個就你可以想像有條線喺你嘅頭頂嗰度向上拉，輕輕向上拉。咁然之後你個上半身就跟隨住嗰條繩，輕輕咁挺起。好啦，挺起咗之後，然之後你試下吸氣，相對嚟講應該會比較容易墜落去你嘅下丹田嗰度。